比较一下这个笔记型电脑的电池这个是8颗的哦。你看影片画面有没有？现在右边红色电池6颗了，它那个是6颗的哦，这个是8颗的嘞。要怎么切开？不能用螺丝，也不能用焊枪，不能用烙铁，会变形。要用美工刀，那个靠近尾端的地方是用砂轮机把它磨成凹下去的。然后在这个有接缝的地方这样刮，这里有接缝的地方，有接合的地方这样刮到这里大概最难的这里，大概是现在指甲碰到那个地方也有线了。然后那个影片，你看那个红色的电池那个影片的前一部影片就是在示范操作把它割开挖开。那美工刀尾端靠近尾端那边为什么要挖成这个有凹下去？就像创造一只钩，就好像创造一只钩子啊，这样可以把那个塑胶的勾出来。画过去有塑胶，可以把它勾出来，容易造成割开的。说这样比将来要盖上去比较不会变形，还能够放回原位。那也可以用那个胶带把它绑好、捆好、连好。但是还有问题，说这个换了电池久了有的会生锈了。它有的电池里面拆开是那个好几层的布，好像好几层的塑胶袋还是布，它有那个什么碳粉还是什么其他的化学物质，还有那个细的铜片呢，很薄的铜片呢，然后卷成那个一卷，这样就变成那个电池那个样子了他说换了电池，可能是这个电路板呢有锁住，也没有办法通电了，所以还要研究那个解锁的方法，不容易。这个影片呢，画面上那个红色电池这个影片介绍怎么解锁，所有那个正极电池那个从正极那边接电线，然后接到这个你看这个接触位置的这个底部有那个正极的地方把它连接起来，然后用那个电表量，真的有电压嘞。然后把它剪开，哇，又量不到电压是00嘞。那个视频的频道主他说那个主板有那个控制防高温防过度充电的那个功能如果用接电线接到正极，接到电池的总正极，那等于没有经过那个电路板的保护的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还有很多学问它怎么会锁码？还提到什么烧录了，说有什么数据说什么里面的电池如果电量太低，就会启动那个保护的功能就锁住了。所以后来经过很久的时间再换上新的电池，因为已经锁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充电，也没有办法用学问真多啊。结果就是去换新的，买新的也是很多钱呢。这个不能用强力的敲击撞击摔的会爆炸嘞。有爆炸危险的，只能慢慢割。